安平渔港北外风波堤这片景色相当迷人，一直以来吸引真侪民众甲钓客来这休闲行搭。伫经过疫情3级警戒，7月27以后总算有条件解禁。其中政府委托台管的淡市专心钓鱼协会，嘛设立防疫管制站，执行消毒、量体温、加实验制，而且全长348公尺，用小栏杆保护钓客安全。解禁以来，吸引真侪人来试手气，迄款期待甲满足的气力，嘛或者不管透风落雨拢有人。其中有人第一天来就好运，获到大只一马，嘛有钓到大鱼，欢喜甲。感受袂歹啦，这个刚刚拄仔来开放啦，一礼拜来吼，真正来到放歌田仔咧现这只，算安幸运啦。多啦，哦，大位。OK 啊。怎么我无当钓啊？今仔打来钓呢，心情啊。渔农会所规定的渔港钓鱼区防疫规定，目前第一类的渔港要钓鱼一定要防疫管理，卖进行无定期的稽查，只要违反规定，将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罚金。渔湾李克伟嘛呼吁民众全力配合，并共同维护海洋生态。海边啊，这个是很空旷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在安全上应该是有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大家有个遵守这个防疫的规范像即马这个钓鱼这迄个族群其实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海洋保育的一个观念据了解，目前钓鱼时间对上午8点到下晡6点，虽然是户外空旷，不过也是要维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嘛有管制100人为上限。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